成年人體內有206塊骨頭，骨骼根據形狀分為5種不同嘅類型。長骨主要分佈於四肢，例如股骨、肱骨；短骨呈立方體形狀，能夠提供穩定性同支撐力，例如腕骨、腹骨；扁骨呈薄而扁平狀，既能夠提供保護功能，亦能夠為肌肉附着面提供廣闊嘅表面，例如顱骨、肋骨、胸骨。不規則骨具有複雜嘅形狀，冇辦法歸入其他嘅類別，例如椎骨、骨盤。腱骨係嵌入肌腱中嘅小型骨骼，例如髕骨，即係膝頭哥嘅骨頭，功能係保護肌腱並增強槓桿作用。長骨嘅中央長軸稱之為骨幹 （diaphysis）， 主要由致密骨 （compact bone） 構成。致密骨係提供骨頭強度。骨髓腔 （medullary cavity） 裏面含有紅骨髓或者黃骨髓，紅骨髓負責生產血細胞，而黃骨髓就儲存脂肪。骨膜 （periosteum） 係致密血管性結締組織層，包裹住骨骼，喺骨骼生長同修復過程中發揮作用，並為肌腱同埋韌帶提供着附着點。內骨膜 （endosteum） 係薄結締組織層，包裹住骨髓腔以及海綿骨內空隙，參與骨骼成長同埋修復過程。骨後 epiphysis 係長骨嘅兩端，通常覆蓋住關節軟骨，能夠減少關節摩擦，並能吸收衝擊力。骨後由海綿狀骨構成，裏面含有製造血細胞嘅紅骨髓。海綿骨亦稱為鬆質骨，呢種多孔組織存在喺骨後端，喺提供結構支撐嘅同時，能夠減輕骨骼重量。關節軟骨 articular cartilage 係覆蓋於骨後表面嘅光滑組織，呢骨後處係骨骼相互連接形成關節嘅位置，佢提供緩衝作用，並促進順滑嘅喐動。骨單位或稱為哈弗氏系統係致密骨嘅基本功能單位。中央管位於每個骨單位中心，裏面包住血管、神經線同埋淋巴管，負責為骨骼輸送養分。骨板 lamellae 環繞中央管嘅同心礦化基質環，礦化基質環係由膠原蛋白同氫氧基磷灰石質組成，結構類似樹木嘅年輪。福爾克曼管垂直通道將中央管嘅血液同埋神經系統互相連接住，並同外層嘅骨膜相連。骨組織有幾種特殊細胞，每種細胞喺骨重塑嘅破壞同建構循環裏面扮演住獨特嘅角色。骨組細胞係唯一具有分裂能力嘅骨細胞，呢幹細胞位於骨膜同骨髓裏面，喺生長誘導之下會分化為成骨細胞 osteoblast。骨細胞係成熟嘅骨組織細胞，佢扮演住管理者角色，通過稱為骨小管嘅複雜通訊網絡裏面，指揮其他細胞修復或強化特定區域。成骨細胞 osteoblast 被稱為建築團隊，呢細胞會合成並分泌骨基質、礦物質形成新嘅骨頭。當佢建構就被困喺基質裏面，轉化成成熟嘅骨細胞。破骨細胞 osteoclast係源自於白血球譜系嘅大型多核破壞專家，佢對分泌酸液同埋酵素分解舊咗或受損嘅骨組織，將鈣質同磷酸鹽釋放返去血液循環系統。骨形成或稱為骨化或造骨作用係始於胚胎發育嘅第6至第7週，所以骨骼最初係源於間葉組織嘅前驅細胞，並通過2種截然不同嘅途徑形成骨頭。膜內骨化 intramembranous ossification 呢個過程形成扁平骨，例如顱骨、下頜骨同埋鎖骨。骨骼直接由間葉膜發育而成，無需經過軟骨階段。間葉細胞聚集同分化成成骨細胞，成骨細胞分泌骨基質，而呢個骨基質之後就會鈣化，將部分成骨細胞轉化為骨細胞。基質喺血管周圍形成海綿骨，表層間葉組織就會收縮形成骨膜。致密骨嘅外層結構就覆蓋於海綿狀骨質中心之上。軟骨內骨化 endochondral ossification 構成骨骼嘅主體部分，包括咗股骨同肱骨等嘅長骨，採用透明軟骨作為雛形，隨後逐漸被骨組織所取代。間葉細胞分化成為軟骨細胞，形成骨骼嘅軟骨草圖。
成骨細胞喺軟骨中部，即骨幹周圍形成致密骨環，中央軟骨就會鈣化，血管就會侵入，攜帶住成骨細胞喺中心處建築海綿骨。而出世之後，骨骼兩端會形成類似中心，骨骼同骨後端之間保留一層骨後板。你嘅骨骼能夠以持續延長生長，直至成年初期。骨重塑 （bone remodeling） 係終生持續嘅生理過程，期間成熟骨組織會從骨骼中被移除，同時新骨組織會形成。呢個過程會修復輕微損傷部分，嚟確保結構嘅完整性，而藉此調節血液中嘅鈣同磷嘅濃度，嚟維持代謝平衡。喺人體裏面，單次完整嘅骨骼重塑周期通常需時3至8個月，分成4個步驟。活化 （activation） 當骨細胞偵測到機械應力或損傷嘅時候，會啟動循環系統，並向破骨細胞前驅細胞發出信號，促使佢哋遷移到損傷部分。吸收 （resorption） 成熟嘅破骨細胞會附住喺骨骼表面，分泌酸液同埋酵素溶解礦化基質，形成稱之為豪士康嘅小粒坑。呢個階段通常持續3至6個禮拜。逆轉 reversal 破骨細胞喺撤離之後，單核細胞會新生嘅骨骼修復表面，溶解基質會釋放嘅信號會招募成骨細胞，形成 formation。成骨細胞分泌骨基質填翻個粒坑，經過數個月礦化之後就形成堅硬嘅骨頭。